你好，歡迎收睇 Dr. Red 洪博士嘅 YouTube 頻道。今集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有趣又有用嘅概念，叫做心腦同頻 （Brain Heart Coherence）。呢個概念呢，唔單止有科學根據，仲同我哋嘅身心健康、大腦功能、生命能量，甚至顯化豐盛人生有密切關係。簡單嚟講，心腦同頻係指大腦同心臟嘅能量狀態係同步和諧嘅。當我哋嘅思想感受，即係大腦同心臟嘅能量頻率和諧合一呢，身體嘅神經系統、荷爾蒙系統、免疫系統等等就會更加平衡健康。原來心臟唔單止係泵血咁簡單㗎。根據科學家嘅研究，心臟同大腦之間有好多條溝通嘅通道，包括迷走神經、荷爾蒙、壓力波、電磁場等等。心臟同大腦係緊密溝通㗎，而研究亦都證實，當我哋有意識咁去練習心腦同頻，譬如慢慢嘅深呼吸，感受正面嘅情緒之類，心跳呢就會變得有規律，身體亦都會減少壓力荷爾蒙，增加開心荷爾蒙，情緒穩定咗，專注力、記憶力、解難嘅能力都會提升啦。你估下，身體中最強嘅電磁場源頭係邊個器官啊？大腦？唔係啊，唔講唔知。原來呢，心臟係身體最強嘅電磁場源頭，比起大腦嘅電磁場強多5000倍啊！當我哋處於正向嘅情緒 （elevated emotions） 嘅狀態，譬如感恩、喜悅、有同理心、謙卑、平靜等等，心臟嘅電磁場呢就會變得更加穩定。呢一種穩定性令到大腦更有效率，亦都令到我哋嘅生命能量處於高頻狀態，更加容易顯化豐盛。Dr. Joe Dispenza 曾經講過，當你將清晰嘅意圖同高頻嘅情緒結合，就會改變自己嘅能量，而心臟產生嘅磁場呢，會變得好有秩序，直接強化你顯化現實嘅力量。簡單嚟講，實現豐盛嘅願景呢，唔單止係諗你想要啲乜嘢，仲要係100% 表裏如一，將大腦身心嘅頻率全部提升到夢想已經實現啦呢一種嘅能量頻率入邊。當你諗嘅、感受嘅都係屬於高頻，就會將自己變成強大嘅能量場，超級嘅磁鐵，吸引好人好事發生。所以你可能聽過心念創造實相，宇宙冇假設我哋要成為點嘅人，反而係我哋心入邊相信自己係點嘅人，就會吸引點樣嘅外在成果，自然會創造到點樣嘅人生。潛意識掌控咗我哋95% 嘅生命成果。我哋將自己嘅身份認同擺喺乜嘢位置、乜嘢層次，就會顯化點樣嘅客觀現實同埋命運。所以你唔會吸引到你想要嘅，你只會吸引到你係嘅。人生嘅成果唔在於你要乜嘢，而在於你係乜嘢。請記得，
呢個係宇宙嘅規律，吸引力嘅法則。我哋可以不斷渴望自己一朝會發達，會幸福。同時，如果我哋嘅身體潛意識依然感覺匱乏，我哋嘅大腦回路、神經系統依然處於匱乏啦、擔心啦、恐懼啦呢啲低能量嘅情緒入面，宇宙會收到嘅訊息就係我匱乏，我唔值得，我不幸。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嚟做比喻，有個人見到一份月入10萬蚊嘅工，好開心去見工。同時呢，佢心中其實只相信自己係值得月入1萬蚊嘅啫。佢唔係真係相信自己值得10萬蚊，佢只係想月入10萬蚊，佢唔係真係相信。見工嘅時候，好多內在自我否定嘅聲音，又感覺緊張啦、自卑啦等等。你估人哋會唔會請佢呢？所以問題唔在於我哋有冇實力，而係在於我哋信唔信自己值得。信唔信自己值得，係我哋獲得幸福嘅最低門檻。大腦想要，同時心中唔相信，心腦唔協調、唔同頻，連成功嘅機會都唔會有。心腦同頻係人人都可以操練嘅，方法好多。喺呢度介紹3個簡單實用嘅技巧。第一個就係專注呼吸。做嘅時候最好合上眼睛，慢慢用鼻吸氣，稍停，然後慢慢用口呼氣。重複呢個節奏3到5分鐘，你會感覺心情越嚟越平靜，身體越嚟越放鬆。做呢個練習嘅時候呢，盡量將注意力擺喺呼吸嘅動作，可以幫你清空頭腦嘅思緒，修復大腦嘅細胞。初學者最好喺安靜啦、唔受干擾嘅情況下做呢個練習，效果會更好嘅。第二個練習呢，就係感恩啦。感恩係提升能量嘅快度，越練習感恩，越容易感恩，越容易感恩，越容易變成積極正向嘅人，亦都越容易吸引更多嘅福氣。試下諗幾件令你感恩嘅事情，譬如感恩琴晚早瞓，今朝精神奕奕起身；天氣好熱，感恩自己可以喺冷氣室工作；週末計劃咗去郊外，感恩可以呼吸大自然嘅新鮮空氣，由衷去感恩自己嘅福氣，感覺身體充滿咗喜悅嘅能量，俾自己微笑。呢個感恩練習喺一日入面可以隨時就做，諗到就做，搭緊車、喺地鐵、煮緊飯、坐緊電梯都可以做。當我哋習慣感恩，就會發現好多值得感恩嘅理由，於是我哋就會經常保持喺高能量嘅狀態。好鍾意 Dr. Joe 關於感恩嘅一個演繹，佢話感恩係終極接收福氣嘅狀態。當你越感恩，就會活喺已經收到祝福嘅能量狀態入面。呢一個狀態係會改變你嘅生命頻率，令你吸引更多同類嘅經歷。第3個練習就係觀想已經夢想成真嘅自己。嗱，當你已經習慣做呼吸同埋感恩嘅練習呢，就會比較容易進入心腦同頻嘅狀態。下一步呢，就可以做心靈嘅預演，
將未來更好版本嘅自己帶到嚟當下。方法呢，就係透過觀想 visualization， 體驗嗰個已經實現咗豐盛人生嘅自己。譬如想象自己財務自由、身體健康，同心愛嘅人喺埋一齊，到處遊歷，住喺舒適嘅地方等等。重點呢，係感受呢一個更好版本嘅自己，身心處於乜嘢嘅能量、乜嘢嘅狀態入面呢？你需要完全係喺身體啦、大腦嘅層面呢，都感受到已經豐盛、健康、喜悅、滿足嘅自己。大腦有個好特別嘅、好重要嘅特點，就係神經科學同量子物理學家呢都證實嘅。原來呢，大腦係分唔到真實嘅經歷同生動想象出嚟嘅經歷，呢兩者之間有咩分別㗎？只要我哋感受夠強烈呢，哪怕只係喺個心去預演嘅、去想象、去觀想嘅圖畫，個感覺咁強烈嘅時候，大腦就會當真㗎喇。所以呢，如果你對更好版本嘅自己越清晰，感覺越強烈，越相信，就越容易顯化呢個新嘅自己。你需要全然嘅感受嗰個夢想成真嘅自己，嗰個更好版本嘅自己，唔需要理會點樣成為佢嘅。最重要嘅係你感受到呢個最好版本嘅自己係乜嘢狀態，乜嘢能量。譬如每一日佢會點樣諗嘢，點樣做嘢，點樣感受，面對各種人事物嘅挑戰，佢會點樣回應？佢會對乜嘢 say yes， 對咩 say no？ 透過好認真、深刻嘅有效嘅觀想呢，就可以將自己嘅身心大腦帶入完全100% 豐盛成功嘅能量同埋感覺入面。於是你就能夠發出最強嘅信號俾宇宙。宇宙係滋養萬物嘅源頭，佢唔會因為你想要就俾你，相反，你要話俾宇宙聽你係邊個，你用乜嘢能量發出宇宙嘅訂單，宇宙就會俾翻你對應嘅結果。所以好弔詭㗎，你必須相信你就係豐盛富足，宇宙先至會提供更多嘅豐盛富足俾你。所以我哋可以不斷做心靈嘅預演，重複嘅排練更好版本嘅自己。無論喺邊度做乜嘢，裏裏外外呢，都習慣而且輕鬆去做到心腦同頻。自我肯定語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練習。你做多咗呢一種心靈嘅預演呢，就會縮短當下嘅自己同未來自己之間嘅距離。越快縮短呢個距離，就越快顯化你嘅豐盛。心腦同頻係一個應用科學同埋宇宙法則嘅練習。如果你真係領悟到佢當中嘅道理啦，同埋關鍵嘅作用，俾自己堅持去操練，就絕對有機會徹底改變自己，改變餘生。Dr. Joe 同佢好多學生都係用心腦同頻嘅方法改變咗生命，創造咗奇蹟。你想唔想人生更加幸福，更加豐盛？好簡單，你只需要每日自我栽培，堅持練習以上提到嘅呼吸、感恩、觀想3部曲，哪怕只係用15分鐘，都可以鍛煉出心腦同頻嘅自己，實現幸福人生。